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初1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这几天落大雨，造成国道1号往南要落去17交流道出口边仔山架放落来，爱开几多天的时间处理，建议民众要行换别条路。巴拿马这个兴顺1号阿摩托专船因为各样规则货轮沉起，17个船员赶紧逃生，其中5个救起来，另外12人还佫伫咧找。国卫院和台中营总上新的研究发现，讲这个身体检查若准有注血领这10年来治疗失智症的几率比这无注过的人悬出2倍外。讲到这几天落大雨，造成国道1号往南要落去17交流道出口，这边仔山架伫今日挖倒的时阵，却是熊熊放落来，影响到车路通行。讲到这寡土石啊放落来的范围伤过大，也甲这路牌指标弄甲歪去，加在是无人受伤。不过这塞车的情形一时无到消透，塞确是真严重。各公局也派人去处理啊，也因为这个放的范围有较宽，就爱开几多天的时间。建议民众若准备经过，就爱换别条路行。虽然伫落雨，高速公路局的应护人员甲标志门架的条啊修好长，因为这个国道出口出现大范围的土石规个放落来，烦恼让做规个门架甲刷走，规个松软的土石会阁出落来，敢来当正细日处理，总算顺利拆除。连续这几天落大雨，国道1号路南17交流道出口的山坪，初一早起11点外发生大范围的土石放落来，冲到路边，互标志门架规个歪起，现场如苍苍。11点多，我们接到通报，这是在这个汐止交流道的一个出口匝道这边发生有土石滑落的情况。那我们一接到通报之后呢，就马上封闭这个出口匝道。那目前消防单位初步来判断是没有人员受困，也没有人员伤亡的情况。高速公路局缉捕了后，立刻调派大队掩护人员甲怪手工具进行现场的处理。警消也立刻封闭出口，初步判断无人掉伫内底，也是伤亡。因为现场雨真大，阁烦恼有土石继续放落来，也顾虑门架拆除作业的安全，警方封闭2个车道，地处国道至少拓5公里。5道到17段一直到下晡4点才开放通行。警方建议改行平面道路，也是5道路交流道较袂塞车。土石滑落部分的话，初步判断来看起来的话，它的范围是有一点的范围，那大概需要几天的时间。我们现在先找到一个砌土场，把这个土石堆置以后呢，才能够做尽快复原的工作。那国道有状况，宜兰南澳的宜五五线金甲到南澳路段，因为连续落大雨出现崩塌，宜兰县政府派员紧急排除障碍，经过抢通，暂时维持单向通车，也请用路人闪开这个路段。记者综合报道。由原是天灾，昨下晡4点48分的时阵呢，伫台东的东河乡发生规模5点宽的地震，我近地震中心的大乱村灾情是真严重，有的人是天崩落来，也有的人是人家厝规栋起起。也今仔日搁再发生地震啊！气象局表示讲，其中一摆是9月18地震了后的地震尾。突然天地拢咧摇，农会员工行甲随放掉树头的工课，哭落去密去倒骹，也有人抱着头直接冲出去。那个地震就像轰打被炸弹。2楼会议室天崩落落来，铁架甲电架散伫涂骹。10月31日下晝4點48分，台東縣東河鄉發生瑞士規模5的地震，尤其我近震央的大蘭村災害佫較慘重，除了部分校舍受損。真侪民家厝的窗碗也进出必损，也佫有民宿的围墙碗也倒去。怎么会导成这样？因为昨天地震真的很大，而且它晃是就是整个上下左右一直在晃。主震结束之后，整个晚上都在余震，很惊吓，没有办法睡啊。针对台东这件地震，气象局表示是918花莲地震的地震尾，不过这2天当台湾震袂停。初一早起10點02分，花莲島溪也發生瑞士規模4.1的地震尾，下到1點43分，台東縣近海佫發生規模4.4的地震，4點半佫佇台灣東方海峽發生規模5.7的地震，後壁2件地震是獨立地震甲918的地震無關係。918这个地震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破裂过程，那所以它的余震的范围也很宽广。那也有跨到山，也有跨到海，也有在中国。气象局表示，到目前为止，规模6.8的918地震，
包括组建拢总带来4个规模6以上的地档，规模5以上的是有9个。理论上，规模5以上的地档尾会拿来拿少，会继续观察918地档尾后续状况。记者综合报道。巴拿马这个兴顺1号阿摩托船用船，因为发生故障，本地昨下晡3点半时阵要驶入去台中港，却经过中华海峡时阵，可能是撞到这风影伤过大，规只货轮起去，而且伊的船舱走水入去。17个船员是赶紧去逃命，结果这只货轮是规个沉落去，其中5个呢，去互附近的货柜轮救起来，另外12人到今也未找到。伫海面的救生艇拢无看人，空勤总队直升机伫马京机场东南方23.5至21海里，各发现一只救生艇，暗过拢无看船员的人影。因为它好像主机故障，它所有的人变成5个人，由那个长圆轮有把它救起来，然后现在12个人失踪。7名船员拢伫巴拿马籍阿摩托专用船兴顺1号顶悬工作，原定停入台中港31，经过中华风场航道东边的时阵，好亲像风伤大，船煞斜去，船舱入水，主机故障，船嘛沉去。迄个时阵，船顶17个船员跳船逃生，5个人互附近的货柜船救起来，其他12个人下落不明。国搜啊，空总他们整个会派出去，然后今天会派6个架次，然后去搜寻。航港局中部航务中心成立紧急应变小组，空勤总队的直升机搭配海巡3只舰艇，海空包抄超找失联的船员。不过，奈个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海上无好，海涌5米至6米悬，上大阵风11级，增加救援的难度。兴顺1号30载起，捌伫高雄港外海，互江应县一个船顶3个外国籍的船员头、面、甲脚骨折，由空勤总队派3架次甲人送医。无想到，这只6000外吨的船，搁再因为气候状况煞沉去，搁造成12个人失去联络。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经济，受到美国联准会可能伫这礼拜宣布要升息3码影响，这股市汇市今仔日开盘拢总落。不过落尾这汇率呢是收伫咧台票32.179块换美金1块，另外台股伫尾后也是登到13,000点以上。也可能是受到这大股市大的影响，这劳动基金搁再了钱，到今年9月底已经了5124.6亿了，这金额也创下历史新高。新台票变无法度动，随着这礼拜美国联准会就要搁起利息，0.75%早盘股汇上盘，新台票对美金开盘变3分，以32.24开出了后，随后变破32.3块，盘中捌落32.31块，单变1.11角。尾盘伫央行进场调节，中场收伫32.179，对1块美金升达3.1分。现在股市不好做，那我们也发现这个资金其实是流往这个美元。不管是定存或是一些美元相关的投资产品，除非真的大家对美元的看法转变了，要不台币应该还是会维持弱势。就伫强势美金甲日钱出走相重打击，新台票10月累计已经淡薄4.67角。外汇分析师表示，联准会利率态度甲市场对美金未来展望，其实拢会影响资金流向。若讲美金继续强，明年上半年台票强力升达较无简单，短期内将会维持32至32块之间波动。台股早盘小可开价，伫价档尾盘进场，油价行悬，指数中心徛93000大关，中场起87.46点，收伫13037.21点，成交金额7538.17亿。富国新山大只店开盘捌小盘，盘中股价由乌变红，中场小可起块半，收伫391.5块。ADR 还是小跌，结果今天台积电表现还算不错，股价如果没有跌，代表说之前的股价下跌已经充分的反映这相关的利空。另外，受全球股市大波影响，拖累整体劳动基金报酬各创新高。根据劳动部上升统计，规模5.5579亿劳动基金到今年9月底的评价了后的收益数达了5124.6亿，累计了的金额各创历史新高。记者综合报道。国内汉翔等11间航太厂商今日举办 F-16维修中心的成果发表，总统蔡英文也亲身去到现场了解。针对 F-16战机103项的系统零件，国内厂商已经会当提供维修服务，这也显示咱台湾的国防自主能力。
为着落实国防自主，政府甲民间单位伫咧2020年8月成立 F16维修中心，为战机打造产业供应链。1号即天是举办成果发表会，总统蔡英文是亲身来了解在已经合作厂商维修零件的细节。所以它的单价非常的高，而且它的交货期非常长。据我们知道，我们要等这个组件，等自从下单到拿到，至少要1年以上。总统蔡英文亲身颁发空军适函认证，予汉翔公司甲华航等等的企业，感谢因已经提供 F16战斗机103项系统零件，省落来国防经费740多万块。伫咧中国威权主义扩大的时阵，提升战斗机的正常良率，确保台湾空域的安全。满足我们战机自主维修的能量，缩短战机维修所需要的时间成本。是建立国防产业供应链中的重要工作，这也是2年前政府民间合作成立 F16维修中心的目标。蔡英文强调，增加各机各组的实力，后勤维修相当的关键。F16维修中心以汉翔公司为首，协同国内航太厂商共同来做国家队壮大台湾国防的能力，也让国内航空的产业愈来愈好。记者台中报道。讲到咱的国军甲美国买军备品，审计部81年决算审核报告有讲，这三军伫咧1806年到81年甲美国买的军备品，伫咧验收的时阵，甲这有问题军备品收入库，听候到要使用的时阵，才发现讲这款物件有问题，而且这时间早就超过讨赔偿的期限咯，这就是1年内。而且这美国这边呢，当然是无要赔偿台湾啊，这案件有35件，害国家了2000多万。国军强化建军备战，应对中国军方的威胁，持续向美国采购军备品。不过，伫验收的时阵，几啊届去审计部抓到有问题。审计部110年决算审核报告指出，陆海空三军伫1806年至1810年，针对后勤维保单位采购军备品，所伫验收的时阵有问题，军备收起来，但到要领用的时阵才发现有问题。类似的案件有到35件，造成国库亏损2161万外。你买东西也一样，有保用期或什么期，它一个规定，这1年带这个数据，但有一些东西是通1年，或者要什么样的状况下，发觉瑕疵品一定有程序。按规定，军品交货无论什么原因无合规定，咱国拢会当向美国提出公布无效的报告，要求赔偿的期限是为美军完成出货了后的1年内。不过，国军等到有单位来申请要领用的时阵，才发现有不良品，早就已经超过交货1年啊，叫美国拒绝赔偿，引起调查立委的关注。国民党立委温玉霞讲，袂当因为是美国就降低品质。因为民进党立委柯志杰表示，检调应该介入调查。目前传出高达35案国军采购出现瑕疵等问题，检调应介入彻查采购及验收单位，勿枉勿重。没有一个完善的管理系统，就只能透过人工来做相关的管理、仓储跟验收的作业。所以国军应该要加速建立一个智慧化的料件管理系统，提升盘点以及储藏的效率。国防部验收的工课受质疑。为了避免人工验收出现缺失，需要建立智慧化管理系统。针对这点，民进党立委王定宇等人提案要求国防部应该赶紧检讨，建议强化验收的程序，嘛按算冻结相关的预算。但国防部提出报告了后才开放。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咧病院做这电脑断层加血管摄影的时阵呢，有当时医生会要求讲，就要注这显影剂。不过，顾问医和台中荣总上届新的研究发现讲，注显影剂伫10年内得到失智症的几率，平一寡无注过的人是悬准2倍外，而且血管性失智症要4.66倍。就医生认为讲，可能是这显影剂容易造成血变较苦，而且对血管造成损害是有牵连的。做电脑断层检查，患者大部分需要事先注显影剂。不过，国卫院甲台中荣总上新的研究发现，只要捌注过显影剂，10年来得到失智症的机会比无注过悬2.09倍。消息一个出来，民众看法差真多。显影剂如果说完全研究出来对人体有什么伤害，它应该要公布出来，这样子，就让人家决定要不要做那个显影剂的这样子。
是对于这个失智的数字，我会觉得现在全世界的统计的时间还太短了，所以通常这个数字，我觉得在台湾应该是不太合用的。研究团队透过健保资料库收集1133万笔资料，进行大数据的分析，发现显影剂若对传统认知有机功能病变的人有影响，对失智症原来有真大的关系，尤其是血管性失智症发生率比无做过显影剂高4.66倍。台中营总是讲，这可能甲显影剂会造成血较苦，对血管造成损伤有关系。那血管性的痴呆症，因为在学理上，它就比较容易受会影响血管的这些毒药物来影响，因此我们看到在这个研究里面，因为显影剂造成的血管性的痴呆症，它的增加风险不止2倍，会高到4.66倍。医生是讲，有脑损伤、血管性病变、有机功能障碍民众是高危险群。做检查前，爱甲医疗团队充分讨论，避免显影剂伫非必要，也是脱水状况下使用。一般民众建议莫惊都唔敢做，因为健康检查嘛是爱显影剂才照会出来。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检调抓到台电中钢等国营事业招考的电子作弊案件，这5年可能协助101个人作弊，目前只有20人去投案。检验单位呢，昨直接去到中油、台电也有中钢等公司，甲8名作弊考生带走，而且因也全部承认有作弊。为了要防止这作弊事件搁再发生，国营事业考场也能做好相关措施。桌顶的手机相机是不法集团协助考生作弊的工具。高雄地检署去年接到检举，中油、中钢、台电这国营事业有考生舞弊。向检3面前往涉案人大的所在敲找，拢总抓到电子舞弊集团。向检也持续要追查舞弊考生。10月31日第3轮团考生，包括中油5个人、台电2个人、中钢1个人，拢坦白承认作弊。只是检察官约谈2位员工到案说明。那去了解这2位员工是参加108年新进的雇佣人员的一个考试而进来台电公司服务的。那后续的状况我们会掌握检察官侦办的一个情况，我们再依相关规定来办理。我会依据检调的调查的结果，如果事证明确，相关的涉案人呢，就会依据我们公司的工作人员考核奖惩注意事项来规定来办理。舞弊集团协助考生伫考场提供答案，考生录取了后支付舞弊集团102万至105万。高雄检验初步估计，舞弊集团5年拢总协助101个人作弊，不法获利估计上亿以上。为了防止有舞弊的代志发生，国营事业考场也做好相关的应用。考场这边增设的金属探测器。同时，我们由公司这边主办的事务单位来提供文具。现场也禁止考生携带穿戴这个电子表以及这个手机入场。台电表示，未来会伫考场安排驻点电信警察，检查现场是毋是有啥物无正常的电波信号，通阻止舞弊发生。中油是讲会参考相关机关预防电子竞赛做法来学习。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要注意咯，这国际串流影音平台 Netflix 宣布，对2023年开始，袂当各类人使用同一个口座密码，若准抓到者会另外加收钱，大约是加收台票130块。对一寡人来讲，这也是一种起价方式。点开手机 App， 不少民众拢爱伫有闲的时间，也是通勤的时阵追剧看动画。真侪人为了节省费用，也会将已经付费的小号密码分享给亲友同齐使用。即卖也因 Netflix 平台就宣布，自明年初开始，将针对共享小号收费用会以额外相关的形式增加到明细集中。应该装在其他平台，因为 Disney Plus 现在还是可以通用，不能寄生在别人那边。要不然如果没有的话，就看网上的。目前定 Netflix 方案分3种。分别基本月270会当一个装置收看，若是标准方案，每个月330会当同时2个装置收看。过来就是高级月费390会当同时4个装置收看。未来一旦发现无共人共用一组号码，恐惊另外收3至4块美金，大约台票97至130块。这也是自2019年来第3摆调起计效。万物皆涨的一个时间点，竞争也很激烈哈，他们必须要提升这个影片制作的一个水准，那因此必须投入更多的一个资金啊。那不反映成本的话呢，这个可能财报上面的一些亏损就没有办法充分的反映。除了 Netflix 会当看免广告的订阅服务 YouTube
Premier 也起价为每个月17.99美金起到22.99美金，起25%。各位美国、加拿大、英国、阿根廷、土耳其、日本开始起。YouTube 调涨啊，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应该是现在的汇率的部分。我相信在 YouTube 那边呢，成本也是有些增加，所以他才会做出说他们想要做一个调整的部分。学者表示，今年2季 Netflix 已经减少100万左右的订户，所以相关的影音平台，人我认为伊有一批真重视的客户，未按呢流失，大约就会当有继续的制定权。只是要安怎定价，搁提升相关产品的品质，在存在之间是真重要的。一旦超过消费者会当负担，恐惊会搁流失客户。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南韩梨泰院发生客死人的意外，这罹难者到达已经增加到156个人，100多人受伤，其中有30个人是重伤。南韩警察厅长初一也甲社会大众回示咧，针对这个事故发生进前咧有100多通卡来报案的电话，今麦也会调查讲这线尾的处理敢有欠点。另外，首尔市政府也表示，会负担往生者的丧礼费用，也有着伤民众的医疗费等等。政府也提供相关的心理咨询。针对10月29日梨泰院的重大人员受大意外，南韩媒体大大批评政府对迄天的人流管制有严重疏失。南韩内政部初一正式向社会大众回示咧，国家警察厅长也伫初一的记者会上鞠躬回示咧，佮表示受大意外发生进前，警方接到大量的报案电话，所来将针对警方处理报案电话监视失当，展开彻底调查，公布真相，避免悲剧佮发生。 관계기관장의 한 사람으로서 무거운 책임감을 느낍니다. 이번 사고를 통해 국민 안전에 대한 무한 책임을 다시 한번 통감하면서 앞으로 이와 같은 비극적인 일이 다시는 발생하지 않도록 최선을 다하겠습니다. 南韩梨泰院所在的龙山区当地的综合运动场馆，初一已经加做临时的失物招领中心，涂骹甲到点摆完万象节受大意外罹难者的相关遗物，等待家属来认领。南韩总理韩德洙初一宣布，要透过国家创伤中心甲首尔精神健康中心，协助梨泰院受大事故的家属，相关甲一般市民相关心理创伤咨询。梨泰院的事发地点也已经宣布是特别灾难区，首尔市政府将支付相关320万台票的丧葬费用，协助丧礼安排。罹难的外籍人士也同款补助，同时也会支付相关医疗费用。本国的罹难者家属同时也会得到国家纾困基金加减税优惠。这也是南韩第11摆动用国家纾困经费。最近一摆是新冠疫情甲2014年造成的304人罹难的世界口尊难。 어제와 비교해서 중상자 1명이 사망해서 사망자는 155명이 되겠습니다. 南韩已经宣布10月30号、11月初5是国家哀悼期。南韩总统尹锡悦后礼拜将亲自主持政府甲民间的防灾会议。南韩执政的国民力量党初一也宣布将推动修改国家灾难安全法，针对这种无主办单位的大型活动进行安全规范。为了避免大量民众组织特别举行的釜山烟花节、大区国际歌剧节、甲济州步行大会等秋季大型活动，拢已经连续宣布取消。公司新闻警员请评译。目睭金金人伤重，这南韩梨泰院发生客死人的事件，造成156个人死亡。伫首尔广场的灵堂有真侪民众来遮悼念，也有民众骂讲，为什么是一个万圣节活动会死遐尼侪人？警方到底是伫创啥？民众手提花束，一个一个来对亡者表达哀悼。这位设伫首尔广场的吊祭灵堂。 来吊祭的民众真侪，有一个老阿公拄拐啊，家己一个人来，伊讲家己孙仔出门前，讲问伊要去倒，后来无都联络着，无想到最后一面竟然是家己孙仔倒伫病院。侪伙人送少年人，互伊真伤心。 할아버지가 해준 것도 아무것도 없는데 너무 미안하고 걔들 지금 이렇게 좀 来悼念的也有发生代志，迄个时阵在场的台湾女性，伊讲看到遗体甲人伫相克，袂当为死伤者做任何代志，伊真艰苦。这个韩国民众想要问，谁若无伫战争，伤亡会这么济？要问警察伫倒位？ 이 나라를 전쟁통도 아닌데 도대체 뭐가 누가 잘못해서 이런 거야? 왜 이렇게 신경들을 안 쓴 거예요? 경찰들은 어디 있었어?
伫立泰院经营酒吧的头家看到代志的过程，伊讲疫情了后看到遮济人真欢喜，会当做生意。迄暗9:55看到人真济，还佫会当行叮当，无想到10:20完全失去控制。尾仔伊嘛走出去加入抢救的行列，好甲再救活一个查某囡仔。 주변에서 여기서 누르고 해고 치고 일로 내려가고. 这届不幸死亡的还有24岁韩青李志汉。根据韩联社报道，家属初一替举行告别式，搁伫迄天出山。伊的爸爸哭甲死昏昏去，捌参加 Produce 101演出，先前当伫拍新剧。伊的经纪公司尾仔正式宣布，伊变作天星离开啊。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巴西总统大选结果伫礼拜出来啊，不过输小看的现任总统普索纳罗，有关是激点点，唔承认选输，也无发表任何谈话。就一寡普索纳罗的支持者拜一上街头，用拖拉机把这车路挡掉的，佮烧物件，拒绝这选举的结果，甚至呼吁军方就要发动政变，或者已经四散的巴西社会变更较紧张。火一直问出来，车路规个拢是乌烟。 车嘛无法度过，巴西总统大选礼拜结束，现任的总统普索纳罗差无2拍就安尼失败，有的支持者无法度接受这个结果，拜一伫全国各地发起抗争，因甲卡车驶去高速公路，小物件甲路挡掉咧，部分激进人士甚至话讲爱军方发起政变。Nós não vamos aceitar perder o que nós conquistamos até agora. O que nós queremos que prevaleça o que está na nossa bandeira é ordem e progresso. Nós não vamos aceitar. Da maneira como foi. Tirar do trono dele a força. É Bolsonaro. E nós vamos tirar também, vamos botar ele pela força que nós temos do grupo caminhoneiro, nós vamos botar ele no poder de novo. 抗争的民众封锁往回圣保罗、加里约热内卢主要的高速公路，致使圣保罗机场部分的机座取消。南部甲东甲地区嘛有几啊条路去互人封起来。根据巴西警方的统计，至少有26个州超过300条高速公路部分或者是完全去互人封起来。也若伫咧首都巴西里埃的总统府，还有国会附近嘛有民众聚集伫咧遐，支持者是一直有情绪。不过普索纳罗本人从大选结果公布到今，一直拢无公开出面。 Tivemos boas notícias nos últimos dias. Deus quiser, seremos vitoriosos de tarde. Ou melhor, o Brasil será vitorioso. Presidente. 普索纳罗无承认败选，嘛无发表任何谈话，而且嘛无伫社群媒体铺文，甚至无甲关社外口的支持者讲一句话。外国媒体报道指出，虽然巴西英国嘛有出现过选举了后有争议的情形，不过普索纳罗一直拢无表态，恐惊会影响政权的交接。互卢拉带领的新政府一开始就拄到问题。有巴西的官员讲，普索纳罗将可能伫当地时间初一对大选的结果发表声明。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红赛伫厝内选举互攻击，造成伊头骨必溃。这凸显讲，即届期中选举网络极端主义和假消息的问题是真严重的。连前总统奥巴马去坐港徛台时阵，也呼吁选民要爱守护民主的价值。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为顶礼拜开始，去几个的其中选举真激烈的州，替民主党助选，以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引导，去予极端分子走入去，使用暴力做例，批评这个无天良的政客，为着私人的利益分化民众，伫网络顶煽动仇恨暴力，针对选举的正当性乌白生话，甲即届其中的选举定义做对民主的公投。For some in office or who aspire to office, work to stir up division, to make folks as angry and as afraid of one another for their own advantage. And all of this has been amped up, hyped up, 24/7 on social media. Most of the GOP and a whole bunch of these candidates are not even pretending that the rules apply to them anymore. They are just making stuff up. 攻击佩洛西因兜的嫌犯是极右翼阴谋论者。 因讲是因为政治的动机，事先计划，暗算要甲议长佩洛西绑票了后，才佫讲断伊的脚头乌。这个事件显示网络极端主义的猖狂。专家指出，伫嫌犯个人的网页、甲网络数字库内底，佩洛西是因上界讨厌嘛上暧昧对象之一。佩洛西因红腮红拍着伤了后，社群内底大概是欢喜甲咧化休，而且煽动进一步暴力的言论。 真侪民主党的候选人持续互攻击甲威胁，佮讲又用社群使人甲煽动的行为，已经达到危险的程度。 And when you put people that have been removed from Twitter, have been removed from Instagram and Facebook, from the mainstream media, to one
one radical location that people can say and do whatever they want, hear the incitements and shout out for incitement, that's going to be leading to more radical community that prosper violence. 其中选举就伫要到啊，各地提早投票当地进行，国土安全部警告，选举谣言地属国内极端分子对其中选举造成的威胁是愈来愈大。国会已经890亿的美金予各州，要用来请治安的人员，也已经无效用过时的投票系统换掉，而且加强网络的安全。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美国有一部分且较悬坎的这个大学咧，甲种族的做事入学审查的条件，来确保亲像非洲的美国人。伫咧这学生族群内面有代表多元族群的代表性，不过有白人学生认为讲，这是一种反向歧视，保护一部分的人，其他的人就要用较悬的分数才会当考调学校，所以提出违宪的诉讼。美国最高法院昨进行辩论，美国最高法院内面有9位法官，其中6个是保守派，外界也正好奇讲，这寡大法官会安怎来判定？美国排名正头前的大学哈佛甲北卡被指控招生过程考虑学生的族裔背景，构成歧视。最高法院伫咧30页辩论了要到5点钟。If universities are not racially diverse and your rule suggests that it doesn't matter, well then all of those institutions are not going to be racially diverse either. If you give a plus to a person who is falls within the category of underrepresented minority, but not to somebody else, you are disadvantaging the latter student. It is where an individualized consideration is being made on a student's own talents, on a student's own achievements. So you're saying that race in and of itself has no effect at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bsolutely not, Your Honor. Okay, then you would have no objection to an opinion from this court saying you may not consider race. You may consider other things. 哈佛甲北卡伫招生时阵，拢有考虑族裔背景的惯例，来确保少数族裔伫咧学生内面有充分的比例。作为少数族裔，伫咧传统上是指非洲的美国人。Brown versus Board of Education from 1954, a case that the Legal Defense Fund helped to bring to victory at a time when there was state-sponsored apartheid in this country based on the subjugation of black people. What we saw today was an attempt to rewrite history. 为营利学生组织学生公平联合2014年提出挑战，指控学校就此歧视亚洲裔加白人的学生，亚洲裔学生的分数就比其他族裔更加悬，将反倒入去哈佛读书。两件案件伫咧下级法院审理时阵拢被驳回。不过，即马学生公平联合认为，为了保障倒台权重大判例罗素韦德案被推翻的前例，最高法院变做明显较偏保守派，积极平权措施。案件会当搁再试看卖咧。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高端公司昨有公布这新冠疫苗采购的计数，一档是840块，不过外界是继续伫咧跌。亲像这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徐卡心就用自制财报去推算，认为当初买来管的 BNT 疫苗一档才买630块尔，这期政府买这高端疫苗买一个伤过贵。另外，民众党的立委也去监察院陈情，批评买高端疫苗过程伤过咸，要求监察院要启动调查。高端公司主动公布政府采购新冠疫苗计数，平均一支840块，不过并无平息外界议论。民众党立委蔡依到监察院递交陈情书，批评高端合作厂商是中资企业，高端估计异常，甚至连采购的500万剂疫苗有瓦四成，不是用伫咱国民众身上，要求监察院针对高端集团启动调查。将近有200万剂，其中包括销毁了170万剂，那另外的话还有10几万剂送到国外去。所以说，代表说基本上有40%的这个国产疫苗，也就是高端疫苗是没有使用的。另外，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徐卡心也伫面册发文，以自制财报量算，自制关键购买的 BNT 疫苗，一支才630块，这期政府买高端买贵啊。不过，互另业立委批评，根本就是咧乱闹。指挥中心指挥官王必胜更加是亲自澄清，自制买的计数630块数字是错误的掠算。还没有公开的时候吵着要公开，公开以后说你是为了陈时中而公开。这其实这里面的逻辑颠三倒四。你去推算他的财报，结果就是错误的嘛，因为你很多事情你没有办法理解，
人家里面的这个营业税有没有扣掉，有没有罚款，是不是有人捐赠，还是什么，有没有算在里面？这些都是变因，不是单从财报去推算就推算出来的。王必成再次强调，无论是政商还是家己买的 BNT 疫苗，拢比高端贵。疫苗计效出决伫有效性、买的数量、敢买的调整各种因素。政府政策有难处，也毋过已经尽全力准备。伫新冠疫情部分，拜二增加34242例本土病例，中重症71例，死亡46例。也有外界关心，发生隔离天数敢是为7天缩短做5天。王必成表示，爱等拜三专家开会讨论了后，若有结果，就会对外公布。记者综合报道。选举伫要到这检调一直咧查贿选，今年90月2八已经掠到2000多件，涉案人数超过4800人，而且伫咧苗栗有一个候选人的老爸用道路贿选，另外伫新北市有一个适龄的候选人，加注医生替病人看病，无甲因提挂号费。李医师有贿选吗？开完机压定了后，得到20万高保不拢无公会，颠倒对镜头行礼。一名犀利的查甫人是一名诊所医师，方发现替候选人贿选。工作诊所铁门有一半，原本下昼也有看诊，一直无营业，最后关起关门，无对外做生意。好像3、4个还是5个那个穿的衣服黑黑的那个在门口。毋那李医师方夺回约谈，方姓问的也有伊。相关住民团团合总协演为适龄候选人替新党竞选参选新北市议员，不过伊方指控无医师执照，透过李医师名义私底下进行医疗行为，也涉嫌免收挂号费向来看诊的选民贿选。检调32日发动搜索，以违反选罢法定罪声押适龄机关候选人。事实主认为有湮灭证据、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且有事实主认为有反复实施诈欺犯行之余，而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适龄候选人直接将诊所作为竞选总部外口挂竞选旗仔，检方也发现伊就是诊所的实际负责人，伊的面册也捌发文开放官民免挂号费，也毋过涉嫌贿选的步数真多。苗栗东路乡也有适龄候选人竞选乡民代表，伊的父亲用道理勒压，涉嫌诬陷民众。检调积极查察，敢若今年10月28日就已经查获2119件，人数超过4800人。选举也有我1个月，查会将会继续进行，无要互贿选进行有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的新北市长候选人林经玲今仔日针对关建明、沈慧虹进行讲义的论文是抄的，去到新竹地检署告这个人意图使人袂当选。沈慧虹回应讲，相关检举会当接受社会评论。另外，民众党的高虹安早起也针对外界对助理这期表示讲，这一切拢是合法的。林经玲一大早在律师的陪同下，来到新竹地检署，针对伊的论文事件，各民进党相关人士，伊讲中华大学已经认定伊的论文符合规范，对此刷在过程中伤害伊的名声，影响到学校甲学生。对于不实、恶意，甚至意图使人不当选的抹黑攻击，我无法接受，更无法容忍。如果我不挺身而出，只会姑息养奸，让台湾的选举风气继续沉沦。政治人物的很多的行为其实都是可以受到社会公平的尊重，但是我想剩倒数1个月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这一场选举还是应该回到政见跟政策跟整个如何对城市的愿景的说明跟争取。民众党高虹安第一早起开城市环境记者会，针对对手质疑伊的男朋友做人头，冠名公费助理，煞白白领钱，提出相关说明，讲一切拢合法。本人在立法院所聘用的助理，所有的一切都是合乎立法院的法规，所以呢，在这个部分的话，完全是合法合规的，相关费用也绝对没有所谓的诈领助理费或人头的事宜。根据立法院组织法，每一个立委会当请8到14个公费助理，嘛无规定立委袂使用亲友担任助理。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
今年的金钟奖头一届颁发主题歌曲奖，不过今年得奖的《I Promise》这条歌受到外界质疑，讲这是大甲妈祖绕境进行的宣传歌，不符合资格。文化部伫调查了后，宣布取消《I Promise》的得奖资格，改由《欧阿米线》这条歌得奖。取奖得奖的是《I Promise》。大剧《良心结时》主题曲《I Promise》得到今年金钟奖的主题歌曲奖。自己被丢到摸彩箱，那现在是奖券摸出来了。到那亲像得奖的欢喜心情都也无过偌久，网络都有人质疑，认为这首歌是大甲妈祖绕境主题曲，可能无符合得奖的资格。文化部开始调查，测伊指出，报名资格有确认歌曲是专门为作品专心创作。创作理念说明是大甲妈祖绕境主题曲，为了剧集重新解说，经过原评审小组的比对，认为作品属有绕境主题曲改版，无符合专心创作的规定，决议取消得奖资格，改由欧阿米线得奖。消息一个出来，作词作曲姚晓明感谢祝福，并表示会好好过生活，写出更加好的音乐作品。演唱者林怡也感谢评审对歌曲的肯定，未来会继续唱好歌。有时候拿奖真的是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然后就是有这个运气，祝福他。演唱者林怡的书者叮当也甲祝福。文化部说明会个选择日子公开颁奖，当时坦白讲，资格审查无确实做好，向参赛单位甲各界回示的，并要求影视局检讨内部责任。不过，原得奖者柯尚德伫面册表达不满，强调这首歌干那爱一个版本，无什么混音版。当真侪人想讲作词作曲者报名的时阵，会互人想讲真贪心。个坦白讲，无需要这种回示的，那是良心结时的导演黄希讲报名前无隐瞒，有详细说明作品的背景，互相关单位处理。不过到尾的决议结果，虽然感觉真意外、真无奈，不过嘛会尊重。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提升国产车的安全，交通部的新车安全评定计划进行头一届测试，市面上卖了上好的新车，让消费者知影讲这挂车的安全性。不过，这测验的费用却是真惊人，一种车型的测试就要开1500万。白色的车大力甲弄落，车头变甲密密茂茂，这是台湾新车安全评定计划 TNCAP 试验车辆安全性的画面。交通部表示，透过 TNCAP 试验新车，会使让民众更加清楚家己的车辆安全性伫倒一个层级。车辆要领牌的话呢，都必须要符合各个国家所定的车辆安全法规。符合法规的要求，它大概就是可以代表它有基本安全上路的一个安全性的保障。车辆它的安全性的部分话，是不是比法规的要求来得更好？更加，然后可以让他会愿意来付更多的这个钱去买他所用的车辆，高于法规要求的标准来进行试验。TNCAP 估计一年测验8种车型，以销量做经车标准。第一个车型伫10月27进行公开测验，但是测验的收费真惊人，一个车型需要买4台车，规套测验差不多要开1500万。TNCAP 安怎永续经营也真做大问题。相关的车辆业者工会来进行讨论，那针对于如何永续的运作 TNCAP 的这个制度来进行相关的讨论。那我们也会希望车辆业者这边能够来主动的进行相关自费的平等或者是来提供车辆进行来提供试验。目前测验是由 TNCAP 委托消基会举办做一般的消费者买车，避免车商提供改装车测验。未来若是由车商提供车辆，安怎保证受测验的车拢是公平无受改装，也真做考验。交通部表示会做把关。记者郭文长随台报道。经过16年的争取，台湾总算摕到世界室内射箭系列赛主办权。12月初8到11会伫咧国立体育大学比赛。射箭协会指出讲，这比赛无限制身份，不论是国家队选手，或者是其他省议量的，都会当报名无共组。到时阵会超过200名的外国选手来到台湾。
体育馆内坐满民众，比赛场就伫咧中央，选手离靶纸敢18公尺，上阵3甲8，一箭射一靶。世界室内射箭系列赛因为疫情停办2年，2022至2023年的系列赛重新搁比。台湾经过16年的争取，得到250系列其中一站的主办权，12月7、8至11伫国立体育大学举行，比番茄奖加复合奖，职业加非职业的选手拢会使参加。为什么要举办室内赛的原因，是因为这只有18公尺的距离，每一个选手都有一样的机会，那也是基本功的一个展现。国立体育大学复合奖选手陈宏毅，2019年2月有去拉斯维加斯参加比赛，伊讲伫台湾的国际射箭赛无偌济，家己真期待会去报名。我觉得差距最大应该就是时差、体力上的部分，跟我们平常在射距离啊，然后还有一些环境上都有非常大的差别，然后当然一定都是要特别的去做一些准备。争取10多年总算会使头一届举办，理事长林鸿都是讲，好在在台湾国境解封，安那无遐顺利。国际射箭总会也有提到，如果说在那一个时候，因为疫情的这一个还没有办法解封的话，那这个比赛也没有办法在台北来举行。较早是国手，早拄啊下任的国家队总教练、射箭协会新任秘书长林正贤讲，台湾射箭选手的实力明显提升，不过基层选手要出国比赛机会有较少，会当伫家己的国家比国际赛累积经验，尤其是现场学习克服紧张是真重要的。记者综合报道。即摆运动也有科技化的趋势，伫训练赛地龙岗的乒乓队，因为利用这 AI 智慧教练来帮助训练。这个 AI 教练会当利用大数据来分析运动员的姿势，提供运动员改善甲调节。学生选手真专注地甲发球机器发出来的乒乓拍上去。训练赛地龙岗的倒球队最近有一个 AI 人工智慧的教练，伊甲运动员拍乒乓的动作，提起和国手的动作比对。分析了后，会使让运动员参考来调整姿势。上传15秒的正手攻球动作 ，AI 智慧教练会帮你评分。那我们以国手的动作为标准，所以我们找了黎希有我们的这个电脑的分析，它是透过这个大数据、这个视觉系统的整个的分析的部分，可以把2个动作做比对。赛地龙岗倒球队的学生也讲，有当时啊知影家己有问题，不过无法度准确去调整。有 AI 智慧教练来分析，让因对拍球的美感更愈通掌握。一开始在学的时候，他讲完基本上是不会懂。如果现在借由第三方视角下去做调整，应该是会比较好了解。因为从小开始练，但是有时候自己动作可能会错误，然后借由这种分析的影像，然后来去了解自己跟一般专业的选手有什么差别。也有教练认为讲，用 AI 智慧去分析动作，对拄开始学乒乓的人也真有帮助。有一组较符合运动原理的示范动作去参考，会使对这个运动更较熟手。记者综合报道。年底选举日要到，这候选人开始成立竞选总部，真侪总部替工作人员会传便当，不过伫家己遮着候选人直接请总铺师来遮献煮。在地古早味的烘番麦边仔，佮蚵仔煎、烟炖仔卵、佮臭豆腐，这毋是夜市啊咧摆档啊，是家己县六甲乡一个乡长候选人的服务处。志工逐工拢会传一寡在地点心，来斗3工的志工毋免一直食便当。相对我们自己每天吃便当也会吃到腻，所以我们平时都会尽量找一些比较不一样的餐点啦。这是我们六角乡自产自种的烧番麦。另外，伫太保市嘛有市长候选人，请有20档经验的总铺伫服务处打工做，毋但省钱，嘛有咧顾工作人员的健康甲营养。这乡镇时代拢会摕这菜类的菜啦，因家己种的拢无农药的，家己种的，伊拢会摕来这像讲咱服务处，逐顿拢中昼到暗时一定拢爱食着，所以因拢会摕来互咱。他们回来的时候因就比较简单的餐啊。总比叫便当啊，还是在外面用餐比较好啦。志工表示，选举出20多天，逐工拢有暗号的行程。除了便当以外，会当有无共的选择，甚至随时阁有现料理的食食，毋但食会饱，团队的气氛嘛阁较好。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
伫古早时代无高速公路，这生理人就爱家己担货，无就是爱靠一个担工，甲米盐即款物件搬山过岭，搭去市仔卖。咱来看南投草屯的北投社区举办一个担工的体验活动，互民众会当体验到担工的辛苦和在地发展。台湾话有一句“鹿港担布社，担米就七八”，就是咧讲鹿港的担工去到南投做生理的劳苦。大约对150年开始，鹿港担布社的担工会专工对中华沿海担油、盐、米这货到南投换山珍野味。草屯的北投社区为着要纪念这项传统，逐年拢会办体验活动，顺续推广食农教育。北投的文化姜母的文化拢非常的丰盛啦吼所以讲阮今仔办举办这北投布担布社活动，就是讲希望讲咱这个文化会当传承落来，咱下一代啊知影讲北投的历史。除了互囡仔了解古早是安怎下米烹切啊，上介重要的就是要互大家来体验做自己的担工。你会很累？不会。有没有很开心？有。就是传承我们的文化，让更多人知道说北投社区有这个大包虾这个，从古时候就是从外地海边他们挑一些东西过来山区这边卖赚钱。地方上的一些耆老，他把这条以前的鹿港丹埔社的路找出来，那慢慢在媒体曝光以后，很多的人知道有这样子的活动，也都愿意来参与。北投社区鹿港担布社的活动已经办4档了，渐渐成做在地的传统。社区嘛希望透过这款地方文化的活动，乡亲甲游客大家做伙参与，通增加在地认同感和成就感。记者综合报道。新明星6日时拢会请这人师来表演。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按算伫咧11月12、13，邀请全台湾北中南各共27组师傅级的师阵好阵，伫树林区的台湾戏曲中心绕境表演，要招民众做伙来体验。人师表演伫台顶顶幸福卡手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按算伫11月12开始举办第2届大型顶头汇演，好师派对，希望民众做伙到热烈。我一直认为说，阵头其实是可以让每个地方都是一个舞台，所以彩街其实可以走出原本表演的舞台，然后让更多人可以看得到。谢振林表示，这届找来台湾北中南27组有特色的顶头，亲像由老师傅传承狮头工艺的沙林堡自立兴安金狮团，就是以泥塑纸糊、顺手工的狮头出名，嘛已经登录加做新北市的无形文化资产。迄天有40档的传统狮头，嘛会出阵表演。不是台湾狮，是闽南狮，闽南狮，然后结合的形跟意，就是这样一直流传下来。可是现在老师傅一直慢慢没有传承，然后现在就是一直没落，一直没落。观众表示，希望将保存的文化结合创新，互民众通看到无同的人师。团结中心也表示，12、13两天的活动，除了会以树林戏曲中心出发了境，嘛希望透过顶头欢庆祈福，互更较侪民众入捌传统技艺。记者伫不台台北采访报道。明仔天气，带各位观众朋友做回来详细看。宜兰到新竹对20度到26度，苗栗到云林对20度到29度，嘉义到屏东对20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9度到28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7度到26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